各位老友記、各位街坊，你哋最近有冇留意過自己個銀行戶口，或者有冇聽過隔離鄰舍喺公園仔晨運嗰陣喺度傾，話出年2026年，我哋香港個庫房好似突然間變得好疊水，賺咗唔少錢喎。但係重點嚟啦，呢啲錢同你有無關先？大家最關心嘅長者生活津貼到底係咪真係會加碼？如果加，又會加幾多？幾時先至真正過戶到你個戶口？今日我就同大家喺度詳細拆解一下2026年呢份財政預算案背後到底收埋咗幾多關乎大家福利嘅大秘密。其實講到錢，我諗全香港冇邊個會唔在意，尤其係我哋一班辛辛苦苦咗大半世嘅長者。大家成日聽講庫房收入增加，稅收又好似多咗，咁既然政府有錢，係咪應該要還富於民先？最近我收到風，亦都睇咗唔少內部數據同埋社會各界嘅分析，發現2026年嘅福利金調整真係有啲睇頭。首先我哋要明白一個基本邏輯，香港嘅各項福利金包括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貼，即係大家叫開嘅生果金，仲有傷殘津貼同綜援，其實每年都會有一個既定嘅調整機制。呢個機制唔係政府話想加幾多就加幾多，而係要睇返個通脹數據，即係所謂嘅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根據最新嘅經濟數據反映，過去一年香港嘅租金、食品同埋交通開支都升得幾明顯。你哋平時去街市買棵菜，去茶餐廳飲杯奶茶，應該都感受到啲錢係細咗。所以按照呢個物價升幅嚟推算，2026年嘅長者生活津貼加幅極有可能會係近年嚟比較可觀嘅一次。如果按照目前預測嘅3.幾%至4%嘅升幅嚟計，本來4000幾蚊嘅津貼，每個月分分鐘可以加多100幾200蚊。你可能話100幾蚊啫，買2斤靚牛肉都冇咗啦。但係你諗下，一年加埋就係2000幾蚊。對於好多要精打細算過日子嘅老友記嚟講，呢啲都係實實在在嘅買藥錢、飲茶錢。咁大家最心急嘅肯定係，到底呢啲錢幾時至落袋？根據過往嘅慣例，財政司司長喺2月尾發表財政預算案之後，立法會要審議，通常都要等到4月或者5月左右先至會正式撥款。但係大家要記住，呢種調整通常係會追溯返由2月1號開始計。換句話講，就算你5月先至見到銀行戶口多咗錢，嗰筆錢其實係包埋之前幾個月加咗嘅差額，所以老友記唔使驚會攞少咗。政府呢方面雖然動作慢少少，但係筆數係計得好足嘅。講到呢度，我不得不提一下最近社會上鬧得好犀利嘅一個話題，就係到底應唔應該派雙糧？大家都記得以前好景嗰陣，政府成日都會大方咁派多1個月甚至2個月嘅福利金，但係過去幾年因為經濟環境一般，呢種甜頭就好似消失咗咁。不過2026年嘅情況有啲唔同，點解我咁講？因為我哋見到庫房嘅收入確實係有明顯改善，無論係股市、印花稅定係一啲大宗土地交易嘅收入，都比預期中好。咁既然政府個袋開始腫起，社會上自然有好多聲音要求政府恢復派發雙糧，甚至係3糧，去緩解基層市民嘅生活壓力。如果政府真係決定派雙糧，咁就真係一件大喜事。你想諗下，長者生活津貼如果派雙糧，即係嗰個月你可以一次過攞到8000幾9000蚊。呢筆錢對於想換部新冷氣或者想返大陸探親旅遊嘅老友記嚟講，真係一場及時雨。不過我亦都要同大家分析反現實嘅一面。雖然庫房收入增加，但政府亦都要考慮長遠嘅財政承擔，尤其係香港人口老化問題越嚟越嚴重。而家每4個香港人入面就有1個係65歲或者以上嘅長者。隨住長者人口不斷增加，政府喺長者福利方面嘅開支其實係呈幾何級數咁上升，所以財政司司長喺考慮派唔派雙糧嗰陣，一定會非常之審慎。佢可能會考慮改用其他形式，例如係增加醫療券嘅金額，或者係提供更多嘅電費補貼。但係我個人認為，民生無小事，尤其係喺物價仲係咁貴嘅情況下，直接派現金入老友記嘅戶口係最直接、最有效嘅做法。大家試諗下，如果係醫療券，你可能要病咗先用到。但係現金係你可以自由支配，買件厚衫過冬又得，同個孫去飲餐茶又得。所以我哋一定要持續關注政府嘅風向，亦都要多啲同自己區嘅議員反映意見，等政府知道我哋嘅心聲。講返長者生活津貼嘅申請資格，2026年亦都有機會進行一啲微調。大家知啦，而家長生津已經合併咗，唔再分普通同高額，只要你年滿65歲，入息同資產唔超過限額就可以申請。而呢個資產限額其實亦都係會隨住通脹而調整。如果你係單身人士，
原本嘅資產限額係30幾萬，2026年好大機會會調高到接近40萬。咁樣一嚟，就有更多本來因為資產多少少而攞唔到津貼嘅老友記可以納入個保障網入面。呢一點係好多人會忽略咗嘅。所以如果你身邊有朋友之前因為資產超標少少而申請唔到，記得叫佢出年年初再留意新嘅限額，可能佢就啱啱好夠資格申請啦。除此之外，2026年政府亦都可能會喺廣東計劃同福建計劃方面加碼。大家知唔知而家越來越多香港老友記選擇返大灣區養老？政府為咗鼓勵呢種模式，減輕香港本地安老院舍嘅壓力，好大機會會提高呢啲計劃下嘅津貼金額。如果你係諗住返去鄉下住，或者已經喺大灣區定居，2026年嘅政策調整對你嚟講絕對係一個利好消息。不過講到尾，我哋唔可以單單依賴政府嗰幾千蚊。雖然2026年嘅福利金好大機會會加，但係生活質素始終要靠自己以前嘅儲蓄同埋家庭嘅支持。我成日同啲長者講，攞到呢啲錢係獎勵，係政府對我哋呢班建設過社會嘅人嘅一點心意。但係我哋都要識得點樣去善用呢啲資源。例如攞到津貼之後，係咪可以考慮將其中一部分用嚟買一份簡單嘅醫療保險，或者係撥一筆小錢去做一啲低風險嘅收息理財？雖然金額唔大，但係積少成多，心入面總會踏實啲。我亦都想同大家講一啲比較深入嘅觀察。其實政府喺制定2026年預算案嘅時候，佢哋內部亦都有一場博弈。一方面係民生壓力，另一方面係經濟轉型嘅需要。好多後生仔可能會覺得，點解政府要使咁多錢喺長者福利度？但係我哋要大聲同佢哋講，呢啲唔係施捨，而係社會嘅回饋。我哋呢一代人喺60、70年代，甚至係80年代，辛辛苦苦建立咗香港呢個國際金融中心。我哋後生嗰陣做工廠、做貿易、做地盤，流過嘅汗水係支撐起今日香港嘅根基。所以當我哋老咗，要求一份可以體面生活嘅津貼，絕對係理所當然。2026年嘅財政預算案好大機會會成為香港福利政策嘅一個分水嶺。隨住科技嘅發展，我甚至聽聞政府會考慮將一啲樂齡科技嘅補貼直接同長者生活津貼掛鈎。例如，如果你申請咗津貼，你仲可以獲得一筆額外嘅資助，去買一啲智能健康監測設備，或者係改善屋企嘅防滑設施。呢啲都係除咗現金之外，實實在在可以提高我哋生活質素嘅嘢。大家可能仲會問，2026年嘅生果金又點呢？如果你係已經年滿70歲，其實無論你幾有錢，都可以攞到嗰份生果金，即係高齡津貼。雖然生果金嘅金額比長生津少一大截，但係佢係無需經濟審查嘅。喺2026年，生果金亦都會按比例增加。雖然加幅可能只係幾十蚊，但係對於好多當生果金係零用錢嘅老友記嚟講，都係一份小心意。講到呢度，我不得不提醒大家，雖然2026年嘅形勢睇落唔錯，但係大家申請任何福利嗰陣，一定要誠實申報。我見過有啲老友記因為一時糊塗，漏報咗一啲好耐冇用過嘅銀行戶口，或者係漏報咗一啲同仔女聯名持有嘅股票，結果被社署當成係詐騙，搞到要退還津貼，甚至要負上法律責任，咁就真係得不償失。記住，政府嘅制度係好嚴謹嘅，尤其係而家大數據時代，佢哋要查你個戶口真係好容易，所以老老實實申報，心安理得咁攞份津貼，先至係最精明嘅做法。總結一下，2026年對於香港嘅長者嚟講，福利待遇方面係偏向樂觀嘅，庫房收入多咗，財政預算案派糖嘅機會大咗，長者生活津貼嘅金額加幅亦都預計會比往年好，最快喺4月到5月，大家就有機會見到錢入數。至於派唔派雙糧，雖然仲係未知之數，但係社會嘅呼聲非常之高，我哋可以一齊集氣，希望財政司司長可以聽得見大家嘅訴求。大家要記得，身體健康先係最重要，錢加多咗就要買啲好嘢食，對自己好啲。如果你對2026年嘅福利金調整仲有咩唔明白，或者你想知道自己合唔合資格申請一啲新嘅補貼，你可以隨時去你嗰區嘅社會福利處諮詢，或者去長者中心 call 姑娘幫手，佢哋都好樂意為大家服務。香港呢個地方雖然生活壓力大，但係只要我哋團結，互相扶持，老友記一定可以有一個安穩快樂嘅晚年。我亦都會繼續為大家盯實政府嘅荷包，只要一有關於福利金加碼嘅最新消息，我一定會第一時間喺度同大家分享。今日就同大家講到呢度，希望各位老友記喺2026年都生活得開開心心，袋入面嗰幾千蚊福利金可以攞得開心，使落更窩心。講起庫房收入，大家可能會有個疑問，點解之前幾年成日聽講赤字，
但到咗2026年，突然間話有錢咗。其實呢個同全球經濟環境轉變有關。經過幾年嘅調整，香港嘅旅遊業、零售業都已經全面復甦，再加上一啲新興產業嘅發展，政府嘅利得稅收入其實升得幾快。更重要嘅係2026年香港會有一啲大型嘅基建工程完成，呢啲都會帶動周邊嘅經濟收益，所以政府係絕對有能力，亦都有責任去加大對民生嘅投放。我仲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小細節，就係關於2026年長者交通優惠嘅話題。雖然2蚊搭車計劃已經實施咗好耐，但一直都有人擔心會唔會因為開支太大而取消。但我可以同大家講，根據我了解返嚟嘅資訊，政府喺2026年唔單止唔會取消2蚊搭車，仲可能會將個範圍擴大，例如包埋更多嘅紅色小巴線或者一啲特定嘅渡輪航線。呢個對於中意周圍去、周圍圍好嘢食嘅老友記嚟講，簡直係另一個大紅利。其實我哋作為長者，唔係想要政府養我哋一世，我哋想要嘅係一種尊重，一份合理嘅津貼，唔單止係經濟上嘅支援，更係一種社會對我哋價值嘅認可。2026年隨住科技普及，我亦都希望政府可以簡化申請程序，唔好再叫老友記填嗰啲好似天書咁難明嘅表格，最好係可以做到自動化，只要年齡一到，資格符合，啲錢就自動入落個戶口度，咁就真係得正啦。大家有冇諗過，如果你喺2026年攞到嗰份加咗碼嘅長生津，你會點樣用？係咪會諗住裝修屋企個廁所加支扶手，定係會攞去上客一啲興趣班，學客用手機剪片，學客畫畫？其實退休生活可以好精彩，唔好因為年紀大就困自己喺屋企。有咗呢份政府嘅資助，我哋更有底氣去追求自己嘅興趣。另外，我亦都想同嗰啲仲照顧緊年邁父母嘅中青年朋友講兩句。2026年嘅福利政策調整，其實亦都係減輕緊你哋嘅負擔。如果政府可以加多啲長者津貼，派多個月雙糧，你哋每個月嘅家用負擔可能就會鬆動啲。所以支持長者福利，其實就係支持全香港嘅家庭。呢個係一個良性循環，唔應該被睇成係代際之間嘅競爭。展望2026年，我覺得香港嘅長者福利體系會變得更加多元化。除咗現金津貼，我哋會見到更多嘅社區支援服務，例如政府可能會撥款資助更多嘅長者飯堂，等一班獨居嘅老友記可以花少少錢就食到一餐有營養、有熱氣嘅飯，仲可以同街市街坊傾下偈，唔使一個人對住四面牆。呢啲社區配套其實同現金津貼一樣咁重要。最後，我想再次強調，2026年係一個充滿變數，亦都充滿希望嘅一年。大家一定要保持心境開朗，多啲出嚟走動。關於福利金加幾錢、新長生津幾時過戶，我哋而家已經有咗一個大概嘅藍圖。只要等到財政預算案正式公布，所有細節就會塵埃落定。到時我會再同大家做一個最精準嘅計算，幫大家計到盡，確保每一分每一毫政府應承咗嘅錢，大家都唔會錯過。大家要記住，我哋呢班老友記係香港嘅寶，無論政府政策點變，我哋都要自強不息，互相照顧。如果你覺得今日分享嘅資訊對你有幫助，記得要同你身邊嘅老友記分享，大家一齊留意住2026年嘅財政預算案，一齊爭取我哋應得嘅權益。其實講到2026年嘅展望，我哋唔單止要睇福利金，仲要睇埋成個安老政策嘅大方向。政府而家成日講居家安老，意思就係希望大家可以喺自己熟悉嘅社區老去，而唔係全部送去老人院。咁要做到呢一點，錢就係最關鍵嘅因素。如果2026年嘅長者生活津貼可以加到去一個更高嘅水平，例如去到5000蚊大關，咁好多老友記就真係有能力請個兼職嘅家居助理，或者買一啲更好嘅醫療輔助器材。我最近去過深水埗同埋天水圍啲舊區巡視過，發現好多老友記對2026年真係寄予厚望。有個陳伯同我講，佢而家每個月攞住嗰4000幾蚊，扣除水電煤同埋基本生活費，真係剩返無幾多。如果出年真係可以派雙糧，佢就諗住將屋企個已經用咗20年嘅爛瓷磚換咗佢，費事老人家容易跣親。聽完陳伯咁講，我心入面真係好酸。政府庫房入面嗰幾百億、幾千億，對於陳伯嚟講只係一串數字，但係一個月幾千蚊嘅額外補助，對佢嚟講就係生活質量嘅飛躍。所以我喺度亦都想呼籲一下政府嘅決策者，喺制定2026年預算案嘅時候，唔好只係睇住啲宏觀經濟數據，要多啲落嚟區度聽下陳伯呢啲市民嘅真實聲音。福利金嘅增加唔應該只係冷冰冰嘅通脹掛鈎，更應該係有一種人情味，有一種對弱勢社群嘅關懷。大家知唔知2026年亦都係一個大數據同人工智能爆發嘅年份？我聽講
社會福利署亦都喺度研究緊點樣利用呢啲科技去幫長者更早發現健康問題。如果你係長生津嘅領取者，未來可能會有一個配套嘅健康分。如果你平時有去做體檢，有去參加社區活動，政府可能會俾你更多嘅積分。呢啲積分可以用嚟換取超市禮券或者交通津貼。雖然呢啲仲係構思階段，但係睇得出政府喺2026年嘅福利思維係有進步嘅。不過講返最現實嘅問題，如果2026年嘅庫房真係咁豐厚，政府仲有咩理由唔加大力度去改善長者福利？有人話政府要留錢嚟做基礎建設，但我會問，路起得再靚，橋起得再長，如果住喺呢個城市嘅老人家連餐飽飯都食得唔安心，咁呢個城市嘅發展又有咩意義呢？2026年係時候要平衡返呢種發展同民生嘅關係啦。大家有冇留意到2026年嘅物價預測，除咗食同住，醫療開支嘅升幅亦都係唔可以忽視。雖然香港有公立醫院，但係排隊排到天荒地老，好多老友記為咗快啲睇到病，不得不去睇私家醫生。如果長者生活津貼嘅增幅追唔上私家醫療費嘅升幅，咁老友記嘅壓力依然會好大。所以我一直喺度倡議2026年嘅福利調整應該要考慮埋一個醫療通脹嘅因素，而唔係單單睇普通嘅生活物價指數。講到呢度，我亦都想提醒大家，2026年可能會有一啲針對低收入長者嘅一次性津貼。呢類津貼通常唔會寫入長遠嘅福利預算，但係會喺預算案嗰日突然宣布，俾大家一個驚喜。例如每人發放2000蚊嘅生活補助金，呢類錢通常係最快到手嘅，所以大家喺2026年2月財政預算案當日一定要留意住電視直播或者睇我嘅更新。我成日覺得香港人有一種打不死嘅精神，即使2026年嘅挑戰依然好多，但係只要政府肯做嘢，肯喺福利政策上跨出一大步，我哋呢班市民一定會感受到嗰份溫暖。長者福利唔係一個支出項目，而係一個文明社會嘅象徵。一個對老人好嘅社會，先至係一個有希望嘅社會。講起2026年嘅具體數字，雖然我而家唔可以100%肯定最後個加幅係幾多，但係按照目前嘅通脹趨勢，2026年嘅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如果由目前的4195蚊加到去4400蚊左右，係一個非常之合理嘅預測。如果再加上可能出現嘅雙糧，即係一年入面有1個月可以攞到成8800蚊。諗起呢個數字，係咪覺得生活又有咗少少盼頭呢？當然啦，我哋唔可以淨係望天打卦，等政府派錢。2026年，大家亦都要學識點樣去慳錢，點樣用最少嘅錢去過最優質嘅生活。例如，善用各大超市嘅長者優惠日，或者係去政府嘅康文署參加啲免費或者好平嘅活動。福利金係你嘅底氣，但係點樣活用呢啲錢就係你嘅智慧。我亦都想同大家講下關於2026年長者生活津貼嘅資助模式轉變。而家政府成日推行錢跟人走，意思係俾你一筆錢，等你自己去揀適合自己嘅安老服務。呢種模式雖然自由度大咗，但係對於一啲唔係咁識操作嘅老友記嚟講，可能會覺得好混亂。所以我希望2026年政府可以加強呢方面嘅宣傳同埋指導，唔好等老友記攞住張醫療券或者資助券，但係唔知去邊度用，或者驚俾人呃。2026年亦都係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嘅關鍵一年，大灣區嘅安老配套越嚟越成熟。我識得有一對老夫婦，佢哋已經決定喺2026年年初搬去中山住。佢哋計個數，喺香港攞住份長生津，喺中山可以住得好大，日日飲茶都唔心痛。如果你都有咁嘅諗法，2026年絕對係一個好時機去考察。政府嘅廣東計劃已經非常之完善，領取津貼同喺香港冇分別，仲可以喺指定嘅醫院用香港嘅醫療券，呢種便利係以前想象唔到嘅。不過返去住都要考慮醫療保障，雖然福利金可以帶走，但係如果你有長期病患，要經常返香港覆診，咁交通費同體力亦都係一個考慮。2026年政府可能會推出更多跨境醫療合作，例如等你可以喺內地嘅三甲醫院直接報銷香港嘅醫療費用。如果呢一點可以落實，咁真係功德無量。講返庫房，2026年政府預計會有一筆可觀嘅賣地收入，加上各項稅收回升，財政儲備會重新回到一個比較健康嘅水平。呢個亦都係我哋要求加福利嘅最強有力理據。政府唔可以喺有錢嘅時候仲係守財奴，適當地發放福利，唔單止可以幫助有需要嘅人，仲可以刺激本地消費。老友記攞到錢去買嘢去食嘢，最終錢咪又係流返入去個市場度，帶動經濟成長。呢個道理連小朋友都明，希望財政司司長都明。2026年對於65歲剛退休嘅朋友嚟講，
亦都係一個新起點。如果你啱啱好係2026年踏入65歲，記得要即刻去申請長生津，唔好以為自己有100幾十萬強積金就唔合資格。記住要計埋資產限額嘅調整。強積金攞出嚟之後，如果你將一部分錢用嚟買咗年金，咁年金嘅本金係唔計入資產限額節。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理財資訊，可以幫你一邊攞住年金嘅回報，一邊繼續符合資格攞政府嘅長生津。呢種雙龍出海嘅理財方法，大家一定要學識。其實我講咁多，都係想大家對2026年充滿信心。雖然社會上有好多聲音，有時會令我哋覺得好困擾，但係只要我哋掌握最準確嘅資訊，知道自己嘅權利喺邊度，我哋就可以活得更自在。福利金嘅每一分加幅都係我哋應得嘅，每一筆派發嘅雙糧都係社會對長者嘅一份敬意。